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赶紧来关心风台的消息。风台丹那市昨昏伫咧家己布地登陆，创下120年来头一个为家己登陆的风台。登陆以后启动着中央山脉，结果受到损伤。透早5点的时阵，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6点左右已经为桃园甲新竹附近出海。目前台南以南、台东也有偏乌是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咱先赶紧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西北太平洋上第4号台风丹纳斯，昨天深夜11点40从嘉义布袋登陆，在今天清晨6点左右从桃园新竹交界出海。它进入陆地以后，受到陆地迅速的破坏，所以它强度在清晨5点的时候已经变成轻度台风，而且到目前为止，台风强度还在持续的减弱。随着台风暴风圈，我们预估它未来会向北转西北，在明天可能就会往中国大陆的方向移动。这样情况之下，现在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是东北部海面、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北部；陆上警报区域剩下宜兰以及苗栗以北的区域。好，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宜花东的雨缓和下来了，但是西半部地区，尤其我们刚刚说的西北部的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还是有大雨势出现的可能。而今天晚上以后的雨，真的渐渐就小很多了，甚至在今天下午以后，中南部的雨、平地的雨也会慢慢减缓。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就开始受到低压带影响，到时候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各位乡亲，因为受到风台的影响，今仔日全台湾13个县市是拢停班停课。今仔日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甲南投。那南部是包括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偏乌，拢总是13个县市。今仔日是停班停课。那桃园市今仔日是正常上班上课，不过路到大园、新屋甲观音区，因为沿海透风的关系，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是有hiệu风台假。不过部分的民众都真生气，真侪人去市场张善政的人面册留话，表达因的不满。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各地气温高温差不多是31度至32度。咱来看温度。即马风台虽然是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不过因为伊伫咧海顶水气是4甲8，今仔日的雨势真大。气象署持续针对2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其中嘉义、台南、甲南投等等的10个县市都要特别注意，这雨是超磅大水雨的程度，千万都要注意。要若台东毋若风会真透，也阁有可能会有火烧风。另外，彰化甲高雄风平均有甲9级，甚至有超过11级。要若偏乌的透风平均是13级至16级。要若外海部分，中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沿海甲离岛的影拢会真大。云林、高雄甲偏乌沿海影会甲5米以上。提醒乡亲，风台天尽量踮伫咧厝里较安全，千万都唔通去海边啊！即个受到风台影响，伫咧风台要来进前，家己饲蚵仔甲饲鱼仔的农民，就赶紧甲船绑好势。要若布地上港冒易风性排水，希望会当减少风台影响。用锁啊固定岸边的船只甲摆啊，当招迄面透早趁风雨也袂入来，赶紧来做加强的工作。市场的档啊嘛只有昨收倒来蚵仔，学人讲风台来的速度上紧，蚵仔拢袂赴通收。当收的。啊，惊风台入来？无人要互咱处理去。袂使处理。袂当处理。哦，啊，烦恼遐拍拍哟。啊，哪惨啊！除了当招渔民加强防灾以外，布地上港的工作人员嘛，替停伫岸边的船增加保护的措施。抽水站嘛进行预防性的排水，要增加地方体相关设施的空间。特别是我们沿海地区的刚刚提到的自容池，尽可能的把相关的前池、自容池，还有说相关的渠道降到最低的水位，就是说让这些自容池除了有最大的自流量之外，相关的一些渠道也可以创造一些最大的在潮式的一些自容空间。为了了解各单位防灾的准备，家己县政府早时啊嘛开设风台应变中心。县政府就表示，这个风台为台湾的西边过来，对沿海地区可能会产生影响，已经加强防灾的准备，希望减少风雨对沿海地区带来的损失。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因为惊风台扫过了后，农民的心血会归乌有去，所以婚林的农民就赶紧把菜苕还个蚵仔收咧，希望卖了伤济。而且嘛，因为风台天，民众有预期的心理，昨昏风台还未到位，伫咧台北的菜市啊，菜价销都已经起13%。趁风雨不大，云林菜市区农民赶紧设防护网，因为这一区梅仔菜为6月中种，有5个8个月就会当收成，即马都惊风台一来造成损失。盖这个是主要是怕台风太大，吹到它会叶子会破损这样。也有即区地势较低、种番薯叶的农地，拄着落雨就较会积水，农民透早就抢收，收偌济就算偌济。沿海口湖乡的大竹港蚵仔农也无形将近海抢收的蚵仔运上岸，烦恼若风险收大，会将蚵仔拢抢掉，无法度收。讲风台天啊，大家拢赶紧要收挂起来。我蚵仔就起来啦，较无风台吹。中华保险地区有农民无闲准备抽水机，因为这几日过到了后大雨已经造成卖菜花园淹水严重，惊风台大雨过来，提早营业。同款卖放心的也阁有稻仔农，原来米商因为稻仔收档无要收，无情这会当等待消息。是问题是讲伊米甲唔甲咱收。米甲唔甲咱收，咱就无在个吼，是毋是安尼？面对风台要来，靠天食饭的农渔民，只会当赶紧抽收，希望降价财损。北部的菜市啊是出现抢买的人，未少民众感觉菜价已经起啊。上个礼拜来看，丝瓜2条40，现在是1条35，已经慢慢有那个涨价的趋势了。一个预期性的影响，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备货需求比较强，所以导致那个量增价涨的一个情况。农粮署表示，包括芥菜、藤芽菜、硬菜、小白菜等，去超过1倍，也毋过强调目前供货充足。风台过了后，产地菜苕若有受损，会透过通路业者释出库存，加强供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个风台来是透风落雨，高雄市府预估这3天山区的雨量可能会落到600毫米，所以昨昏是赶紧提早甲山区买1800个人赶紧疏开。最后下午4点，暴风圈挖着陆地，高雄林园区三尾渔港，规港风一直下，雨一直落，渔港将要满水位。风台但那是来到厝门口，嘉义依然拢放风台架，叫民众爱注意防灾。不过吹落到高雄有2个民众早早去兴达港钓鱼。现在台风天已经发布禁止令的啦，你们现在违反。若发风台警报了，就袂用从事海上活动。这2个人违规进入警戒区域，违反禁令，和海巡开单，相关会当罚25万。伫吹落过头了，市区有一寡路的小范围淹水，有一寡起自用假的防土粉甲防拌的网，要互风吹甲很开。基山碧龙区也能感受到风暴的威力。不过民众讲，好加在何时落嚟停嘞，无亲像去年落几工做大水。觉得这个雨比去年的那个雨有差。因为去年的那个雨很大。高雄市政府估计伫山区3天累积雨量有600毫米，中昼进前伫3万民区一个6股区保全对象要加1800人。那下午我们一定会那个强制撤离，因为雨量一定会达标到300毫米。台南的东山药井等一寡所在也启动撤离工作，80个人撤离到安全区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若伫咧屏东的恒春半岛，这雨嘛是规桶倒，溪水嘛规个涨起来。民众是真烦恼，讲这水若下袂离，爆花恐惊会放弃。另外有农民的草皮菇是规片拢淹了，估计这损失可能有甲100多万。溪水淹过桥面，头前的路也互溪水淹过。受丹那市风台甲外围环流影响，屏东恒春半岛车6落大水雨，湾州里竹村因为咱林溪支流一过爆花，甲高产拢淹了，农民烦恼作物只好留咧顾。如果是雨来菇的话，大概100-200万吧。然后那个田地如果以后要重新整理，也要花一笔钱了。农民怨叹官府无及时清理，后来会滥土甲土石造成高产，拢淹了。不过村民烦恼的毋拿作物损失，因为发现支流上游有一个爆花，已经流掉一坑真大坑。
接着现在来到的是懒人溪的其中一条支流，因为这条支流它在上午的时候是满水位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大雨的冲刷呢，导致河堤这边破了一个大洞。太危险了，就一定要撤村啦。湾州真侪所在溪仔水涨起来，除了咱林溪甲支流、港口溪洼、港口吊桥一带，湾中道接近满水位，溪仔水淹过部分的爆花，真危险。大雨也予部分路段出现淹水灾情，港口村、公馆路一带一直水对悬的所在对路边下落。港口村桥头路要2号加势较低徛街，早起甲中道拢淹水。水沟不通，它会倒灌水，就一直，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矮它就会灌进来。阿嬷摕布褥佚涂骹，2个路段拄着风台大雨，排水袂赴的时阵就淹水。尽管水消真紧，不过摒扫依然是头壳真痛。慢慢水就是浇落去啊，咱家己水行到腰人会脏。溪水涨起来，淹过路边，山区雨势真惊人。牡丹乡牡丹村初6透早到下晡4点半，累积雨量已经达到450毫米，是全台湾上多。湾州甲三亚乡也超过370毫米。为着防范造成灾害，屏东县府到下晡为止，已经撤离湾州甲雾台民众总共126人，休息等风雨较弱了后，才有民众返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障外送员的安全，城堡即马规定讲，风台天只要市府宣布停止上班，外送平台就袂使搁接单。因若中央即马有暗算讲，劳动部要甲外送平台的业者列入去职业安全卫生法，若是违反规定，业者就要吃罪。有信息一来，随查看手机，看敢是有适合接的单，像散达地点的距离、远近等因素，拢是考量重点。担任外送员6年的阿平，尤其把握风台来袭进前的外送时段，因为依据规定，若风台宣布停止上班，就袂当接单外送。没有送的话，就我说的那个奖金的压力啊，他是差那个奖金啊，那个奖金差很多。靠外送的，他们帮我们保的内容，其实保障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自己有在另外额外可能保第三责任险。但若是风台来甲真凶，为着保障外送员的工作安全，像城北拢设有外送平台业者管理处置条例，一旦宣布停止上班，平台就应该停止外送落单服务，若无照做上当，会当罚10万的罚金。以大家安全来讲，一定也是一种保障嘛，因为毕竟台风的状况本来就是有风险在，随时要跑单，随时都有机会。外送员工作存在高风险，除了风台天关掉落单平台之外，北市府统计，去年北市的外送员涉事车祸的都有1200件，至少9名外送员死亡。劳动部就安尼计划修法，将外送平台业者达至职安法规范。因为之前都是用准用的，未来正式改成适用的话，那我觉得会比较明确又比较好。平台业者有一些责任，其实是有其必要。会有一些特殊天气状况的时候，怎么样去预防他们的一些安全设施设备，这还是可以去关注。劳团认为，即卖的职安法只会当开发雇佣关系的雇主，真歹开发承担关系的外送平台。未来修法了后，若平台无符合合理派单等要求，造成外送员发生重大职灾，相当会当出150万的罚金，甚至有刑事责任，对强化对外送员的保护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好家人马斯克因为不满美的大法案通过，采购宣布成立美国党。伊讲会参加2016年期中的选举，上准国会关键少数的席次。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市有一个21岁少年家出事了后，前到大就拢无报户口，嘛无读册，无食头路。今年2月，甲厝内人冤家去互赶出来，伫街路才去互里长通报。即马 DNA 鉴定出来，已经有确认伊的身份，上近1礼拜伊就会当摕到伊的身份证。过来看《联合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国差不多有40万人爱靠鼻孔来食物件，大部分是失智症或者是脑中风等等的患者。卫福部当照3.0按算甲卖用鼻孔这项列入去重点的项目，希望患者坐回来的日子要是会当活了有尊严、有品质。不过去年仍然有249个人成功，专家批评这是欠相关的训练，也有配套。政治的消息来看，7月2日就要举行罢免的投票。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国民党立委王凤仪去滨江市场有支持，呼吁大家都爱投无同意票。然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良君甲立委林楚英，嘛甲罢免团体做伙去中春市场做伙来催票。
支持民众送往来，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行程圆满，结束丰台行程，搁赶场回访本命区、北市中山区滨江市场，合体国民党立委王宏伟扫街拜票，呼吁民众投无同意票。街头巷战，好，一步一脚印的来争取所有支持者啊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7月26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啊！反对大罢免，中共前党处长赵少康早起夜陪南亚立委罗斯堡扫街，对采购国民党北市东部举办的反恶霸头一场大造势活动，也毋过到场的人数不如预期。赵少康表示，天气暑热是一大主因，虽然风台赶近，但北市也是出现了好天气。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良君、刘伟林、蔡英找到也甲罢团三度厉害，去中村市场扫街买催罢免票。第一线以中山区为例的话，其实在市场大家的反应都相当的热情，就是说一定会出来投票，大家其实是有点蓄势待发，而且还说已经有拉了好几票了。林策英也发声，除了爱做好丰台准备，守护家园都是7月6爱出来投票，呼吁民众提出那丰台也会当继续关注大罢免活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中国宣布要启用 W112的航路，咱的陆委会是要求中国爱赶紧甲咱国来协商，若无这种做法会互情势愈来愈紧张。有专家分析，中国家己启用 W112航道，毋但会压迫到咱台湾空防预警的时间，甚至是想要甲台海中线浮掉。中共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中国民航局初6单方面宣布启用 W121的航路，讲是为了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加压力，减少航班的延误。民航局今天宣布启用 M503航线、W121衔接航线。虽然中方讲对两方有利，不过 M503航路其实是中国2015年初伫台湾海峡中线西边新威胁的国际民航的航路，因为我军海峡中线加敏感的空隙引发争议。中国民航局伫2024年4月19启用 M503航路 W122、W123 衔接线由西向东运行了后，今日佫宣布7日起启用 W121衔接航路。专家分析，中共单方面启用 W121支线航道，毋但压缩台湾空防预警时间，也甲想要彻底甲台海中线改消掉。可以把它想象成这种 M503空中航路，就像立体的高架桥。M503是干线，那么左右飞行的这个121、122、123就是支线。好，那支线启动之后，当然会让这主线的航路更为拥挤，那就压缩到台湾的防空空间了。专家指出，由台海中线以东属台北飞航情报区，离 M503航线距离大约只有6海里。万一中国民航机伫空中对着天气也是其他因素需要偏航，台北飞航管制小只有30秒会使应对，避免时间短，会造成这个潜在飞安的问题。M503旁边的话，再来就是那个 W4航路，那也还是会有影响到，而且可能要再做一个那个高度。或是那个距离的一个范围的隔离。中方单方面宣布启用 W121衔接航线，陆委会表达强烈的遗憾，指出这做法会互区域情势欠悬。民航局当然要求中方应该依照2015年共识，赶紧甲咱方电轨沟通，也严密来掌握相关航班飞行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德州中部因为落大雨造大水，目前已经有70个人死亡。也若去当地参加夏令营的有12个人失踪，要找无。这一届水灾到当时已经3天啊，当局要拍拼伫咧搜救咧找人。不过这失踪的人数目前是要真恶估计。大丛树仔雨大水冲甲规丛漫起来，车也雨大水冲甲掉伫咧树仔边。德州沙仑地带伫咧大水侵蚀了造成伤亡，夏令营、新兵营一个查某囡仔到即马一个找无人，官员讲会继续找。At present, there's over 400 first responders for more than 20 agencies that are working in Kerr County. We have more than a dozen canine working in and near the river. More than 100 air, water, and ground vehicles are in the field right now working on this search and rescue. 警长讲，新兵营甲其他青年营所在地科尔郡是重灾区，搜救人员自初五到即马已经找到10几具尸体，死亡人数一直增加，其中有真侪是囡仔。伊讲会继续找，一直找到所有人拢找到。其他真侪郡也通报有人不幸死亡。
政府当局即马互人积极，这个长期容易受到大水侵袭的地区，迄当阵是毋是有发大水的警报？不同时是毋是有做防灾的准备？ The questions that still hasn't been answered 3 days into this is despite TDEM's warning on July 2nd, July 3rd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that the threat existed, why that information didn't get down to the camps and why they weren't evacuated. Can you answer that now? That is a great question, but agai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focus. We still have 11 missing children that we want to get reunited with our families. 即马已经准一寡受灾户登去厝的，不过厝已经乱糟糟。搜救人员用直升机、水架船，还有无人机继续找灾民，并且甲吊伫咧树仔顶的人救来。当局讲有超过850个人伫这边大水发生了后的36点钟内被救。 虽然礼拜继续发大水的警报，德州中部雨也阁一直落。美国总统川普伫即天也签署重大灾害宣告，提供必要的资源协助救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伫法国的南部有一个62公里长的快速道路的计划，因为意见超袂捌，是已经延签几啊年啊。当地时间初五，反对工程的环保团体是邮局甲警方爆发冲突，现场催泪加速甲石头是四界飞，现场是规个乱糟糟。警方发射催泪加速，想要赶走抗议民众，示威者有的伫路边走找暗号，有的捡石头啊向警方还击。发起抗议的团体是针对兴建中的 A69号公路标大不满，认为破坏环境也剥夺沿线农民继续走路的权益。A69号公路计划主要是连接法国南部大城图卢斯，甲东南方的小镇卡斯特尔，有计兴建4线道，总长大约62公里快速道路。路线早伫2010年就已经划定，2018年由中央政府核准动工。反对施工的环保团体是为2023年起一直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司法单位阻止工程的进行。 Donc on attend que ce droit environnemental soit appliqué puisque la magistrate indépendante, la rapporteure publique a dit 2 fois qu'il n'était pas respecté, qu'il fallait annuler l'autoroute. Donc voilà, nous on attend que les conclusions de la rapporteure publique soient confirmées par les juges, enfin soient entendues par les juges. 反方最近一摆胜利是伫2025年2月，由图卢斯地方行政法院裁定施工要暂时终止。 也毋过到5月间，法国参议院以252票对33票通过法案，授权施工单位继续进行。L'intérêt de finir le chantier, c'est que déjà les 2 tiers des investissements ont été engagés, donc ce serait de l'argent perdu. 支持兴建计划的政府民意代表甲地方人士认为 ，A69号公路会当缩短图卢斯甲卡斯特尔之间的交通时间，减少驶路时发生的车祸。也毋过反方是坚持 A69号公路破坏生态环境，搁损害农民权益，有害大国利益。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伫台北有一间做七头米的公司乐高集团，即卖因伫咧越南起一间假炭牌工厂。这间工厂有62个卡球场遮尔大，除了设置万外底太阳能板，嘛有种5万丛树啊，而且减少用塑胶的包装，要来拼达成零碳牌。 前越南的传统服装差不多甲真人比例共款管理，人使乐高模型，在伫顽固公司乐高集团越南工厂头前，丹麦顽固公司乐高集团的越南厂是伫当地上大城市乌吉林市，是乐高集团伫全世界第6间工厂，也是设置伫亚洲的第2间。第1间是伫中国浙江省的嘉兴市。越南这间工厂甲其他工厂无同的是，因生产的乐高积木排碳量差不多是0。 这间工厂是开1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325亿起来。内面需要的能源是利用12400块太阳能板，甲能源储存系统发电。规个厂区占地面积有62个卡球场这么大，内面种5万丛树啊。为着要全力减碳，越南厂也是集团内面第1间无用塑胶、改用纸袋啊包装的工厂。 即马越南厂希望到2026年年初，伫生产过程中会当达到完全零碳排，并且伫咧2050年，互集团所有的工厂拢停止排放温室气体。Lego and Vietnam, we are having the same aspirations. We both want to be green, to play our part in the climate. And I think this with the solar and battery and DPPA is showcasing that it can be done.
伫即马越南制造业的 GDP 占全国 GDP 的2成，严格使用消费的能源则是全国总能源的1半。所以越南政府计划到2040年，要慢慢淘汰燃煤电厂，达到环保的目标。一至2024年，3 DPPA 直接购电协议，准外籍公司会当直接自太阳能加风力发电生产商买清洁能源来用，达到减碳的效果。即马乐高集团的越南厂就10%到20%的能源需求，从这个协议来解决。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京国家经济顾问夏赛德今仔日表示，这礼拜看新闻就知影美国发关税通知予啥物国家，还有倒一寡国家愿意开放美国商品的市场，因为美国阁甲因扣偌济关税。来看日本政府当地考虑外销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国的护卫舰，还有对家防空雷达去菲律宾，因为中国伫咧东海甲南海加强威胁性的行动，日本甲菲律宾想要扩大合作，来加强菲律宾因应能力。因为为白罗斯甲拉脱维亚来的非法移民是愈来愈多，波兰政府宣布为初7开始，会加强甲立陶宛也有德国边境的检查，包括货运、客运也有旅客等等，要来阻挡非法的移民。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咧台北的市民大道有一个驾驶，因为不满交通的指挥，煞是落车甲人冤家，两个人甚至是起骹动手，互相要告对方伤害。因为移交，也就是交通义勇警察伫咧指挥交通，这算是执行公务。即马这个驾驶伊落车阁共动手，已经奉照妨害公务的罪嫌来上班。在我面前起什么冲突了？你们都不要讲话！警方高调大声喊，当咧相拍的两个人，这件冲突发生伫6月底一个暗时，迄当时是下班的交通尖峰时段。西地二高伫市民大道甲建国南路指挥交通，只是姓朱的驾驶经过建国南路路口，拄着号志转弯并红灯。西地二高想要引导伊离路口前方，避免太车想要到双方沟通出现问题，变作集体冲突。朱姓驾驶针对协助交通指挥、疏导与管制等任务的移交人员施以暴力行为，涉犯妨害公务罪嫌，全案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法界证书指出，移交伫法庭上有警察助理身份协助警方进行交通疏导，也是执行公务有公职公务员的身份。国家公权力机关呢，他找民间的人啊等等来帮助他执行一些行政事务。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移交他们也可以算是警察这种管理交通单位的行政助手。他们指挥的时候，如果有遭受这些暴力啊，可以请求我们去做，可以通报我们做支援等等。妨碍公务的部分的话，就依法来送办。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赛车也是行人伫道路上，除了爱遵守交通标志等，也爱服从执行交通勤务的警察，也是指挥交通的移交的指挥。警方强调，移交指挥交通是依法行为，驾驶人不合指挥，甚至驾驶伤人，拢爱负刑事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现在伫台中雾峰有人赛车共撞到。不过，这个共撞到的人煞是无报案，佮举刀啊共呛声，了后煞是车驶的做伊走。即马警察要查伊的车牌，落去追查。箱仔车甲轿车发生车祸，也毋过箱仔车的司机无落车来处理，反倒当是即个坐司机边仔的人落车，甲防撞到的轿车司机来冤家。咱出代志叫警察来就好啊啦，啊嘛是咁好。这个开轿车的人想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对方一直大声讲话，而且行路也无驶，敢若有啉烧酒。因为这个开箱仔车的人自头至尾拢无落车，讲话也无清楚。开轿车的人烦恼对方逃走，有时暂停录影来搜证。你要闯啦！你开我的门要闯？我放人哦。不过可能因此引起对方的不满，坐箱仔车这个人雄雄对车顶摕一支刀出来，轿车的司机赶紧报警察。不过，箱仔车随驶离开现场，全部拢互轿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本分局将主动积极追查，针对亮刀男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1项，无正当理由携带具有杀伤力之器械者，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款。警方讲，这个车祸发生伫初五暗头晚6点的时阵，两车拢伫雾峰区北环路上。轿车当时伫箱仔车后壁停等红灯，也毋过不明原因，箱仔车向北久，弄到轿车的车头。警方依照车牌号码追查2名涉案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拢有流感疫苗，毋过真侪囡仔是拢真惊注射。
今年有机会会当有一个新的选择。食药署表示，即摆有一种新的喷伫鼻仔顶的流感疫苗，伫台湾已经摕到药证，按算10月初就会当开始使用。为应对秋冬流感疫情，大人囡仔拢抢注这个疫苗，也毋过对着注射，毋但囡仔会惊，袂少人要现诊的状况。今年秋冬流感的季节，渴望有新的选择，经由喷鼻的方式得到保护力。全新用喷的流感疫苗已经伫2005年摕到药证，有计伫10月开始。其实最常看到的场景就是妈妈带小朋友来，原本以为可以顺利结束，但发现一个人根本抓不了鼻喷剂，而并不是传统我们知道疫苗的用注射的方式来达到保护力。然后如果是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小朋友的家长，其实就非常的有说服力哈。甲过去传统注射型疫苗比较，抗体是伫肺液内底，用喷的流感疫苗作用机制差真大。小黏膜免疫疫苗利用活性减毒病毒，伫皮黏膜就产生黏膜抗体，第一时间来对抗病毒。研究结果更加显示，保护力比传统用字的较提升。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在某一个温度之下，它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复制。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个疫苗这个病毒就要死掉哦，那这样才不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这种感染。本署目前已核准持有之鼻喷式流感疫苗，以预防此疫苗所涵盖之 A 型与 B 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流感。医师讲，不少家长已经伫问种用喷的流感疫苗，更加有诊所已经开放有药。不过，医师也特别说明，因为用喷的这流感疫苗是减毒疫苗，敢若适用2岁到18岁以下，可能副作用亲像流鼻，也个鼻仔塌条咧，甲发烧超过37.8度等。有新的年龄人免疫力较低，多产慢性病，拢需要经过医师评估是毋是适合。记者综合报道。伫全世界得到失智症的患者，即嘛是有愈来愈侪趋势。即嘛有一种会当改善症状的方式，讲是用40赫兹的频率笑光，也佫有声音的刺激，有可能会当互脑退化的速度较慢。不过有医生认为讲，这临床的试验也无够侪，是还佫要观察。透过正子电脑断层对脑内面斑地分布来侦测脑部的生物标记，虽然检测会当早期诊断和治疗失智症，但科学家嘛当拍拼研究安怎让已经确诊的患者莫个恶化。最近有研究接触40赫兹的声光刺激，在动物实验内面会当降低对脑部的伤害。40赫兹的话，刚好落在这个频率里面，它可以去诱发这个大脑里面这个伽马波的一个共振。临床的研究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整个的那个结果看起来的话，目前在临床上面的疗效是还不太确定。神经内科医师认为讲，现阶段必须要持保留的态度，而且要确认患者袂对声音和光线敏感。学者指出讲，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发现讲，互轻度失智的时大人40赫兹的光照和声音的刺激，结果因爱上去爱做心，才精神症头有改善，但治疗机制还要研究。这个声光刺激可以去促进个案的这个睡眠品质，还有让他每日的活动量比较有规律。介入之后分布大概这个样子，没有明显的改变，所以目前无法减少人类大脑的类淀粉蛋白沉积。40赫兹的效果还是一定是透过皮肤，不然就是透过眼睛，不然就是透过耳朵。所以虽然在实验室上验证细胞的效果是好事，那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参数可能还是需要微调，因为现在的效果是待验证。专家分析，虽然有一寡研究发现讲，用40赫兹的光线去照鸟鼠，先讲声鸟鼠的大脑和40赫兹的 tempo 共步，改善记忆功能。但是嘛有实验显示讲，鸟鼠因为光照无爽快，无法度声脑波共步，目前佫需要验证，敢会当下物证来应用嘛？需要结合其他的治疗策略，亲像是做伙复健，上重要的嘛是伫早期介入，减轻脑部的萎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 AI 的机器模型是真实行，不过大部分拢是以外国话为主。即马咱国内有民间科技协会推出台湾 Tongues 台湾通用医疗库的计划，希望会当建立属于咱台湾本土语言的医疗库。迄饼咧袂插哩啦吼，嘿，我摕一条延长线安尼，甲插哩安尼会使哩哦。AI 嘛会使做台语的翻译，
这几年来 ，AI 正做全球流行的资讯工具，也毋过目前主流的模型较欠少台湾的本土语言。面对这款状况 ，IMA 资讯经理人协会推出台湾Tongs台湾通用语料库计划，希望建立属于台湾语言的语料库。台湾作家向阳认为，台语甲新科技对话，也是让世界看到台湾语言文化的机会。将咱台湾语言甲 AI 来相结，来三角结合，含 AI 引入咱的台湾话，这毋若是台语，甲新科技、新世纪的对话，而且嘛是台湾语言文化进一步成做国际通行语言的上好的机会。透过语料库的建立，让 AI 唔乃使讲台语、写台文，未来甚至有机会加做台语的家教，做会推广本土语言的教育。也毋过，开发本土语言的 AI， 唔但需要真济资料，佮需要母语的人才。永明交通大学的廖冠富表示讲，目前开发台语 AI 上大的困难，就是欠大量的母语人才。要找人真无简单吼，因为你爱会晓听、会晓讲，都会晓读、会晓写，才有法度。这款人都较歹找安尼。廖教授嘛呼吁，希望台语能力袂歹的，未来会使做伙加入台语 AI 的计划，透过科技的力量，把台湾的本土语言传承落去，嘛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真侪民众若伫路边看到街友，所想到的，清在拢是较负面的印象。不过伫英国有民间团体培训街友来做导览员，毋但讲家己的故事，甲社会嘛是一种交流。即嘛，即个活动嘛引进咱台湾，希望透过街友来导览，会当互大家更加了解咱的文化。好，我们往这边走哈。艋舺公园头前一堆人行来行去，是台北艋舺店看到的景象。不过，这对街友导览员娘兄来讲，煞有特别的意义。伊真正伫街仔路流动的时阵，这就是伊的一日生活圈。定拢伫一顶新树帽仔的娘兄，捌做议员的助理当16档，嘛捌伫钢铁工厂、西餐厅做3工。新冠疫情期间，人力的需求是大幅降，伊来到台北车头，开始一年的流动的生活。后壁虽然伫社工的帮助之下，睡厝来安居，但是共款伫街游做导览员，分享伊过去伫街仔路流动的过程。亲像艋舺公园南边的广场，一般人只是黑白行过去，但对流动的来讲，这是关系到因敢会当吃饱的叫工作。在这边的无家者呢，每天早上盥洗完毕，吃过早餐，都会到这边等工作，到时叫工的人就会来了。真侪街友会去做工地的粗工、夜班工，这技术性较低的工课，来维持因生活必要的开销。这都是业者招揽因的所在。娘兄家己嘛捌去真侪场庙会顶头的夜班啊，佮因为安尼有机会去中南部行行咧，看无共风景。无做工课的时阵，因会伫公园仔行棋做娱乐，这种活动对消磨时间是特别有效。娘兄参加的街友计划是芒草心协会主办，专门培训无厝的人做导览员，互社会大众透过街友的目睭，点去熟悉城市内面的角。这个想法迄当阵提出来是一个查某工程师，伊伫英国伦敦旅游的时阵，做为着当地特殊导览，回来了嘛，甲概念早来艋舺。那一次的参与给了他蛮大的震惊吧，然后他也一直在想说，那台湾的无家者有没有可能也可以也是一样可以做这么酷的事情。这么计划已经执行10多档，包括娘兄在内，真侪导览员伫社工的帮助之下，已经离开街仔路。但是这段参加导览培训的过程，对因的人生是真有意义。逐摆有导览活动，娘兄总是递新树帽、穿鞋子，表现出对活动的尊重。你无家者也有无家者尊严啊，对不对？无家者也是要被人尊重啊，对，毕竟大家都是人嘛。对不对？你保证你以后不会成为无家者嘛？只不过说你现在有钱而已，无家者没有钱，就在这个差别啊。一般民众看街友，大多数拢是有固定印象，观感常常拢是负面的。街友在承受这歹名声的压力之下，佫较无法度向别人拍开内心。做导览员是一个自我觉醒的经验，毋若是讲家己的故事，佫较珍贵的，都是含这个社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形园仔已经12岁啊！园方即个用竹啊、菜色也有果子等等的食材来甲伊做鸡卵糕，甲伊做生日。现场嘛有真侪民众专工来甲伊庆祝，做伙要甲翕相。
真侪民众伫鸟行馆开馆了后，走真紧冲入去展场内底，希望抢到好位，亲自看到婴仔食鸡卵糕。初六是婴仔12岁生日，保育人员先甲特别制作的鸡卵糕甲伊卷出来，尾仔婴仔就出现，即摆无甲鸡卵糕摔倒，对鸡卵糕顶面2支甘蔗是真爱。也来今日来替婴仔庆祝生日的民众，拢得到小礼物。很可爱。他几岁了？12。那你是不是比他小？应该。就是固定来看他过得好不好这样。不一定，就是有空就会来看看。有些我有加入他们的那个社团啊，然后粉丝团。不少民众是大鸟鱼的民众，登记关心动态，为着让婴仔维持健康，12岁鸡卵糕顶边有葡萄、有高头果，就是无这个十娘尖形的版图。为着买回食真侪粉浆米粉，确保胃肠的健康。肠胃道比较敏感的时候，或者是会发酵比较快，他肚子会比较不舒服。像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减少像是淀粉、糖类的一些提供。全动物园内底有3只大鸟鱼拢是母的，婴仔甲姨婆拢伫个可生育状态。是毋是有探死的计划？动物园方面讲，会伫今年的鸟鱼相关的年会来提出。有开就是猫熊的年会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参与，然后会跟他们提出我们这边的一些需求，比方说元仔跟元宝的一个配对方式。动物园讲，对鸟禽国际族群管理的角度来看，伫增加族群数量，也是确保基因的多样性。希望引进港的鸟禽，是不是考虑对对话提精子来进行人工的探死？均也无答案。不过这也是一个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在英国的城镇，现在当看到狐狸，也毋过真侪狐狸嘛要面对车祸、破病、甲死亡等等的危机。有一个慈善团体应用狐狸救护车来挽救这生命。拍开人啊！慈善机构员工抱一只狐狸准备做检查，看到狐狸的眼神真惊吓无助。伫英国城镇内底，常常因看到狐狸的影子，不过都市环境对这种小型野生动物来讲无优先。英国英格兰肯特郡的坦布里治威尔斯有一间小型野生动物慈善机构狐狸计划，用救护车世界救助伊伫英国国内红狐。这一日，因使救护车去驾驶者厝内救助狐狸。She lost one of the cubs overnight, as in it passed away. So we need to investigate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pen and why he passed away, because along the same call we have a second cub in that pen that is having seizures. 慈善机构狐狸计划成立伫1991年，突然到即马有8员工。一开始是教民众安怎引导赶走狐狸，不过即马已经正做一个正式机构，伫肯特郡、萨利郡、萨塞克斯郡、甲伦敦东南部地区提供野生动物病院、甲狐狸救护车服务。It can come in for all sorts of reasons. It can be reported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and that may be that it appears to be suffering from some kind of virus infection, an injury, parasitical problem like sarcoptic mange. 2014年，狐狸计划救1400只狐狸，其中400多只是细只狐狸。虽然救援的狐狸数量未少，不过平均只有41%用活落来。去年回归大自然的狐狸有162只，其中有46只重新甲狐狸妈妈团圆。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2005年的时阵，有研究学者伫咧美国的犹他州的南部，挖到真大只的杜定的化石。经过20年的分析，发现这化石可能是前到今拢毋捌看过的物种，而且是甲恐龙可能是活伫咧同一个时代的。咱做伙来看卖。这张相片是2000年研究团队伫美国犹他州南部、挖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大盖推埃斯卡兰特国家保护区挖出来4卡藻类化石。研究人员根据化石的形状研判属于倒一个部位，各由维多斯根据测想的体型画出这只大只4卡杜定的想象图。研究团队指出，这只目前暂时叫做怪石类的史前动物，甲即马伫美国境内同4卡杜定比起来，体型大正济。对了后出现更较侪想象图。研究人员也发现，这只怪物级的史前4卡杜定自头到尾拢有天生的盔甲保护家己。It had this really cool combination of anti-predator adaptations. One is this like bony armor on this is within the skin called osteoderms that are attached to the skull. And I think what's really cool is Bolg had this ability, we know because of the discovery of tail vertebrae, it had the ability to shed its tail in response to predators.
下只减缓因生存的时间差不多是白垩纪的晚期，也就是离即马1亿年到6500多万年进前，这是各种恐龙支配陆地生态系1亿4000多万年这个时代后半段。也就是讲，因甲各种的恐龙共存伫世上超过3000万年。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6度。来看外岛地区，25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